文化新眼界来看第43届53连奖艺术奖得奖人之一是摄影家谢三泰。谢三泰伫台湾解严迄年，伊进入自立暗报做摄影记者。迄年开始是咱街头运动真侪年代。谢三泰嘛，因为安尼生记录过侪街头运动、街头示威。伊个镜头毋但记录咱台湾民主化过程，嘛看到真侪社会上的弱势。踮伫咧台北市中心的自由广场，疫情过后，已经会当看到来自各地的游客。这个看起来恬静的所在，对走过新闻的摄影家谢三泰来讲，有无共的基地。我走的新闻主要是政治新闻，所以我大部分拢是伫咧这块咧啊吼，这块咧叫做博爱特区街头运动的一级战区啊。所有要请愿的，毋是立法院。啊，所有要游行的，就是来这集结，无上尾啊，就是伫这做终点，啊，无就是总统府做上尾啊一站。谢三泰伫平湖出世大汉，20岁迄年去高雄做兵，开始对台湾人脉较深。因为对摄影有兴趣，谢三泰退伍了后就上台北，伫1987年解严迄年，到自立暗报做摄影记者。伫自由广场这搭，谢三泰印象上深的是1990年的3月学运，也就是亚必合学运。迄时有来自全台各地的学生踮遮静坐。这张相片就是伫这位置学生的剧团来遮做一个行为艺术的表演。牌楼下的所有会当画的，拢来写什么国会全面改选，还是总统直选。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认为谢三泰的影像，唔但记录台湾民主，也推动台湾民主，推荐谢三泰得到这摆的53年艺术奖。不过谢三泰真谦虚，伊讲伊只是咧做记者应该做的代志。你讲讲的我唔敢讲啦，但是我感觉记者就是有一个责任要让社会知影这个代志。民众甲警方，你知影，咱做记者，拄啊伫咧因两个磨合的中。咱必须要徛在因中，才有法度采访两面的声音。2002年时，谢三泰认为台湾媒体环境已经改善，伊就决定离开媒体的工作。这几年，伊当去故乡平湖出版《咸水庵平湖印记》这本册，也为电影《罗马95號》翕戏剧的相片，换另外一种方式记录台湾。伫最近，谢三泰也当咧整理家己30-40年来的摄影作品，拍算变做一本册，互侪无经历过街头运动世界开花年代的少年人，也通知影台湾民主历史的过程。记者郭不根、张水台北报道。